媽，今個禮拜六我哋去邊度玩啊？媽媽，最近有啲咩好嘅活動啊？媽媽，點解要補習啊？我都唔知喎。放心，有奧巴馬。大家唔好以為呢個係廣告，片入面嘅主角叫做米米，今年11歲，細個就已經開始做 YouTuber， 年紀輕輕嘅佢口才已經非常了得。我由5歲開始拍 YouTube， 拍到而家應該有6年啦。我當初就係睇到有一個外國嘅 YouTuber 小朋友啦，咁就係叫 Ryan， 咁我就見到佢分享佢開箱玩具，同埋佢就會分享一啲生活嘅趣事，佢可以為我帶嚟歡樂，令我開心。咁其實我都好似想帶歡樂俾其他人啦，咁所以咧我都有一個 YouTube channel 就叫 Mike Super Channel 嘅，我就有時會問下其他同學，睇下佢中意睇邊種類型嘅 YouTube。咁好多人咧都中意睇嗰啲掃街片，咁我自己都中意食嘢啦，而且咧食一啲唔同類型嘅嘢對我嚟講係好有新鮮感。雖然我嘅肚嘅容量有限啦，咁可能有時食嘢食唔到太多，但係掃街嘅話咧，可以每樣試一啲，咁其實就可以試到大量唔同種類嘅食物啦。咁之前咧我就可能會做一啲會用一啲比較簡單嘅詞語，即係例如話，哇，呢樣嘢實在太好味啦，真係好甜啊！咁而家咧我就會話呢個朱古力甜而不膩，而且口感又滑，咁就會用一啲比較高階嘅詞語，令到觀眾可以更加明白到嗰樣食物嘅味道同埋口感啦。咁平時我都會喺學校盡量做晒所有嘅功課，不過星期5咧通常就會有一啲好大型嘅功課，例如作文，咁最少用半個鐘嘅，咁我就喺學校咧做到幾多就做幾多，翻到屋企咧就火力全開，跟住就會同媽媽傾下，到底咩時候我哋會去拍片。6年嚟，米米已經拍攝咗212條 YouTube 片。除咗靠佢自身嘅努力之外，媽咪 Eva 絕對係幕後大功臣。唔知佢又對米米有咩期望呢？你對我嘅未來有咩期望啊，媽咪？嗱，其實咧我就冇乜好特別嘅一個計劃住嘅，因為你而家仲係好細個，係咪啊？但我就知道你中意咩咧？中意表達啦，中意演繹啦，係咪？中意拍攝啦，中意舞台啦，所以任何咧同呢啲有關嘅一啲嘅機會啦，譬如培訓機會、比賽機會、演繹嘅機會，我都會咧嘗試去俾你參加，同埋咧去幫助你嘅。咁同埋咧我都覺得有一樣嘢咧係媽媽覺得好欣賞你，因為你好努力去做，知唔知啊？我會咁樣去同家長去分享啊！如果你小朋友中意表達、中意演繹、中意舞台嘅話，其實 YouTube 係一個好嘅媒介。其中一個我覺得好關鍵係咩咧？就係呢一類嘅小朋友，佢哋好需要一個嘅平台去表現佢自己。而 YouTube 咧係你自己嘅一個平台，你唔需要去俾人挑選，而係你任何時候只要你想，你就可以將呢個平台去發放自己嘅嘢，去進行一個你自己嘅演繹。只要嗰件事係你足夠中意，你就值得花時間去做，唔好放棄。奧巴馬。